長啲好啲。呢一條玻璃橋朝10晚6開放，大約20步就行完。入場之前要着上場地提供嘅鞋套。雖然海濱長廊標榜人寵共用，不過狗仔就唔可以踩上玻璃。就好似咁樣啦，唔使得行咗就冇方便啲咯。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何文堯到場視察，佢承認着鞋套嘅安排成本更加高，不過有其他考慮。如果天氣落雨或者係落毛雨咧，就我哋都試過咧，工程團隊嘅同事試過咧，就個面比較滑嘅。啲鞋有時候如果積咗啲沙咧，你行落個玻璃面咧係會刮翻入去嘅。成條東岸板道全長2.2公里，24小時開放。除咗各項遊樂設施，板道出年第一季更加有小食亭，亦都有餐飲服務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尚軒。